海有個小區啊，竟然有超過70%都係狗業主，可以話成個珠海啊，目前咧最多狗朋友嘅小區啦。你哋知唔知點解會咁多狗人士選擇中意住喺呢個小區呢？今日再同大家一探究竟。首先嚟睇下個樓盤係地處於珠海市區灣仔嘅，與澳門咧就一河之隔。樓盤嘅右側1公里就係灣仔關口啦，步行都係先至1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灣仔關口啦。屋企門口咧就係港珠澳大橋上橋點啦，幾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港珠澳關口啦。哪怕去到拱北關口、青茂關口，開車都唔使10分鐘，係咪覺得超級方便啊？其實呢個啊，我覺得啊，都只係其中之一個原因，因為佢小區入邊啊做到都係非常之靚嘅，有無邊際嘅泳池啦，有會所啦，仲有埋呢啲3D 嘅園林小區，每一棟嘅樓下1樓都係做咗6米高嘅架空大堂，仲配埋一個專屬嘅管家。成個小區咧一共6棟樓，分2期開發，一期咧就幾乎賣晒㗎啦。依家賣緊嘅係2期，咁啊面積有75平方嘅2房，97嘅3房，110到143平方嘅4房單位。依家嘅入場價咧，2房講緊210萬，3房270萬，4房咧300零萬，全部啊都係真裝修交樓，現樓嚟㗎啦，則買則入住。另外依家發展商仲有低首期嘅政策，俾10萬蚊個首期就可以上車啦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可以評論區留低3個6，我發翻啲詳細資料以及最新嘅特價單俾你睇下。